水阁好，古今解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水，解水，解文说理。事实讲，有迄个机会，有迄个缘分，伫咧电视、伫咧电台做节目，阮拢是爱人好，劝人好。啊，莫讲国政啊咧品家己，讲阮自己的。北部电台名主持人阿国啊，一摆我听空中讲一站节目，偌感动啦！真正讲迄个歹心的，听到原来流目屎呢。伊讲吼，少年时，阿国啊，我着歹囝，见摆若要出外，老母着交代，讲行李爱赶较大卡咧，物件爱炸好食，甘愿加炸外，毋通去到外位，咧找无的时阵，头壳摸咧烧，安尼做有好无歹。讲到即句有好无歹。互相相对比，后壁两字咧加强头前，有好就是无歹啊。若讲万项款哦较少咧，咱有影讲去到外位，就免去共招，毋免去共开喙，家己拢早有够嘛。啊，国兄讲，老母咧交代讲，在家直直安，出外条条难。咱袂晓想啦，咱也无咧甲准问啦。啊，老母佢还要紧另外佮提起讲，钱银三不变，钱一定爱早好够。唔通到甲讲，真正去到他乡外里要立孝的时阵，才发觉有算无讲。即句啥意思？我空中咧听节目，我嘛听无呢。我紧去编日本时代的大日大词典，原来人内底就有解说啊，有算无讲，就是讲吼，你去到现场要立孝的时阵，要甲人请，才知影咱钱地无够。哇，安尼就歹势啊呢！刚食一道500，结果身躯剩300。迄头家讲，安尼毋着有诶只甲洗碗呢？安尼叫做有算无讲。即句讲，就是一条绳啊讲过去。咱知影古早诶当先啊，爱过迄条绳啊，或者钱讲过去。所以讲有算无讲，钱早无够。啊，讲遐讲咱少年袂晓想，老母安尼再三再四咧提醒，结果咱甲户搁甲因安那讲阿母啊，你免烦恼，我即个水流破布，有路无厝。哦，即句讲到。老母听起来一定心肝真酸。我流浪离啊，我世界去有路，但是我无厝通住，我唔惊，我哪着炸什么行李？总是少年袂晓想，食老才太反悔，才知通讲老母咧听通，老母咧交代，拢是有伊的用意。空中咧做节目，就是劝人好，爱人好，各种巧解文说理，将这台语艺术集做伙，嘛是望讲会当甲你深入来探讨。